香港體育館同伊利沙伯體育館係亞洲兩間首屈一指嘅多用途體育館，無論係服務、設施、環境定係管理方面，都達到世界級水平，適合舉行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演唱會、文化節目同綜合表演。香港體育館又稱紅館，建築設計好似一座倒置嘅金字塔，坐落於九龍紅磡區，鄰近海底隧道同港鐵紅磡站，交通網絡完善，四通八達，附近仲有多層停車場，提供充足嘅停車位。紅館於1983年建成，由最初嘅策劃設計，以至日常嘅營運管理，都顯出創新靈活嘅風格。喺2008年，紅館進行咗一項大型翻新工程，翻新咗接待大堂同場館外牆，提升咗舞台裝備同照明系統，又更換咗場館嘅座椅。翻新後嘅紅館設施更加先進完備，係舉行國際級盛事嘅不二之選。紅館外形別具一格，表演場面積有1600平方米，可容納多達12500名觀眾。表演場中央並冇任何支柱，唔會阻擋觀眾嘅視線。場內嘅座椅配合閘口設計，以4種顏色區分，方便觀眾辨別座區。為照顧殘疾人士嘅需要，場內設有階梯升降機同輪椅平台。表演場嘅電動開合觀眾席令座位編排靈活多變，增加咗舞台設計嘅可塑性。階梯嘅熒光照明、全新嘅指示牌，都俾觀眾能夠清楚辨別方向同埋尋找座位。組合式嘅表演台可以因應表演者需要而作出不同嘅編排。例如中央舞台、正面舞台同埋雜角舞台，俾表演者有更大嘅創作空間。呢個懸掛喺表演場正上方嘅 LED 顯示屏，以及中英雙語計分顯示系統，可以播放即時特寫鏡頭、慢動作重播、數碼特技、體育資訊、廣告等等。為咗達到舉行國際體育賽事同大型文化節目嘅標準，場館亦都提升咗照明裝置、藥物控制室等多項輔助設施。其他配套設施包括設有寬頻網絡同埋無線上網設施嘅化妝間。配備淋浴設施嘅更衣室，寬敞嘅多用途活動室等等。貴賓廳設計典雅，佈置時尚，最適合用嚟款待嘉賓。呢度環境舒適，地方寬敞，係舉行酒會同記者招待會嘅理想場地。場館外嘅露天廣場佔地22000平方米，可以用嚟舉行戶外配套活動。廣場上仲設有小食亭，提供各款中西美食。
紅館設備優良，服務完善，吸引大大小小嘅活動喺呢度舉行。當中最為人所熟悉嘅就係流行音樂會。紅館喺推動本地樂壇發展方面功不可沒，好多香港頂尖歌手都會將喺紅館舉行演唱會視為歌唱事業嘅重要里程碑。唔少國際巨星都選擇喺紅館與香港嘅樂迷見面。紅館又適合舉行老幼咸宜嘅合家歡節目，例如馬戲團、魔術表演、音樂劇等等。喺國際體育活動方面，紅館經常有不少世界級好手雲集，參與各項大型賽事，例如東亞運動會、世界女排大獎賽、世界游泳錦標賽、國際籃球比賽、體操活動等等。紅館已經成為運動愛好者嘅聖地。曾經喺紅館上演嘅文化節目多不勝數，既有音樂劇，亦都有古典音樂會，迎合觀眾嘅不同口味。紅館嘅表演場同露天廣場空間廣闊，可以靈活用作舉辦國慶活動、畢業典禮、音樂頒獎典禮、選美比賽、慈善表演等不同類型嘅活動。除咗場地租用之外，紅館亦都提供一系列全面嘅優質服務，包括城市電腦售票網票務服務、舞台裝置、體育設備、殘疾人士設施等等。此外，亦都會應租用人嘅要求，提供大位、清潔、保安、酒會同膳食服務。表演場內仲設有廣告位，供客戶展示廣告。紅館自啟用以來，無論係喺運作管理定係喺客戶服務方面，都力求盡善盡美。憑住專業嘅管理方式、完善嘅器材同優良嘅設施，紅館一直深受租用人、表演者、運動員同觀眾嘅歡迎，可以話係亞洲數一數二嘅多用途體育館。位於灣仔愛群道嘅伊利沙伯體育館，係香港另一個受歡迎嘅多用途室內體育館。伊利沙伯體育館簡稱伊館，1980年啟用，係舉辦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康樂活動、文娛節目、演唱會、文化表演、綜合表演等活動嘅熱門場地。伊館嘅設計特色係喺一棟現代化嘅建築物內，同時提供設備先進嘅綜合表演場地同一系列體育設施俾公眾租用。位於伊館3樓嘅表演場係各類表演節目同體育競技嘅主要場地，地面可以鋪上隨時裝拆嘅木地板或塑膠地席，以切合不同活動嘅需要。表演場內共有3500個座位，其中600個可以拆除，有需要嘅時候先加設喺活動梯台上。組合式嘅表演台靈活多變，可以裝置成正面舞台、中央場地、中央舞台、擂台等4種舞台編排，令不同類型嘅演出或活動都能夠達到完美嘅效果。場館嘅配套設施應有盡有，包括先進嘅燈光系統、音響設備同埋器材懸掛系統。
表演場特別提升咗原有嘅空調系統，以確保球類比賽不受場內氣流所影響。同時又優化咗器材懸掛系統，務求為各類表演同體育活動提供一個理想嘅場地。呢套新款嘅電子顯示屏，除咗備有錄像重播功能之外，仲可以計時、記分、顯示中英文信息同埋播放廣告。過去曾經喺醫館舉行嘅國際體育盛事同大型活動包括東亞運動會、國際乒乓球比賽、羽毛球錦標賽、籃球錦標賽、國慶活動等等。呢度又經常舉行各類文娛節目，例如標準舞表演、中西樂音樂會同合家歡節目。表演場亦係舉辦流行音樂會、棟篤笑、畢業典禮、聚會、會議、研討會等活動嘅理想場地。其他設施包括藥檢室、醫療室，以及可供記者進行新聞專訪嘅傳媒室。位於2樓嘅大堂地方寬敞，特別適合舉行展覽、酒會同埋其他配合表演場節目嘅活動。此外，又有舒適優雅嘅貴賓室、化妝間、接待室等等。除咗表演場之外，醫館仲設有多種體育設施，包括位於地庫嘅多用途練習場。呢個練習場可以靈活劃分為3個羽毛球場、1個籃球場或者4個劍擊區。此外，仲有3個壁球場同埋1個乒乓球場區。2樓設有2個大型活動室，其中1個可以鋪上地席，供練習舞蹈之用。館內另有4個會議室，其中3個可以組合成為1個大型會議室。呢啲輔助設施全部都可以俾團體按小時租用。除咗場地租用之外，醫館又提供一系列全面嘅配套服務，例如城市電腦售票網票務服務、舞台裝置、體育器材、殘疾人士設施等等。場館又會應租用人嘅要求，提供帶位、清潔、保安、酒會同膳食服務。場館內嘅廣告位為客戶提供廣告宣傳嘅良機。醫館致力提供專業嘅管理服務，配合現代化嘅器材、周全嘅服務、完善嘅設施，無論係喺本地定係喺國際上都深受歡迎。